先做典禅师，后来退休了。然后设佛堂让父母能够修行，能够礼拜，然后有一些病症都能够改善了，感恩天恩师德。明天的农历3月23号是天上圣母圣诞，在这正德佛堂附近的民族路有这个宗教的活动，刚刚也有放烟火。农历3月22号，今天有成功大学的蔡长军教授到神岳山庄育儿圣堂演讲，美化心理，很挥洒生意。他做教授20多年，后来退休了就做典禅师了。他先做典禅师，后来退休了。然后设佛堂让父母能够修行，能够礼拜，然后有一些病症都能够改善了，感恩天恩师德。明天的农历3月23号是天上圣母圣诞，在这正德佛堂附近的民族路有这个宗教的活动，刚刚也有放烟火。农历3月22号，今天有成功大学的蔡长军教授到神岳山庄育儿圣堂演讲，美化心理，很挥洒生意。他做教授20多年，后来退休了就做典禅师了。他先做典禅师，后来退休了。然后设佛堂让父母能够修行，能够礼拜，然后有一些病症都能够改善了，感恩天恩师德。明天的农历3月23号是天上圣母圣诞，在这正德佛堂附近的民族路有这个宗教的活动，刚刚也有放烟火。农历3月22号，今天有成功大学的蔡长军教授到神岳山庄育儿圣堂演讲，美化心理，很挥洒生意。他做教授20多年，后来退休了就做典禅师了。他先做典禅师，后来退休了。然后设佛堂让父母能够修行，能够礼拜，然后有一些病症都能够改善了，感恩天恩师德。明天的农历3月23号是天上圣母圣诞，在这正德佛堂附近的民族路有这个宗教的活动，刚刚也有放烟火。农历3月22号，今天有成功大学的蔡长军教授到神岳山庄育儿圣堂演讲，美化心理，很挥洒生意。他做教授20多年，后来退休了就做典禅师了。他先做典禅师，后来退休了。然后设佛堂让父母能够修行，能够礼拜，然后有一些病症都能够改善了，感恩天恩师德。明天的农历3月23号是天上圣母圣诞，在这正德佛堂附近的民族路有这个
宗教的活动。刚刚也有放烟火。农历3月22号，今天有成功大学的蔡长君教授到神岳山庄育儿圣堂演讲，美化心理与挥洒生育。他做教授20多年，后来退休了就做典传师了。他先做典传师，后来退休了。然后设佛堂让父母能够修行，能够礼拜，然后有一些病症都能够改善了，感恩天恩师德。明天的农历3月23号是天上圣母圣诞，在这正德佛堂附近的民族路有这个宗教的活动。